相信好多同學仔識我嘅都知道我係一個會考6A 考試攞滿分嘅一位嘅老師，然後咧佢哋都好有興趣知道究竟攞滿分做狀元嘅秘訣係啲乜嘢。今日我就俾大家3個嘅秘訣。第一個秘訣，目標清晰。咩叫目標清晰啊？你要知道你嘅目標係正式嘅嗰次嘅公開試，所有嘅校內考試同埋校內嘅測驗全部都唔係你嘅目標。That's why 咧，你可以其實係劈咗佢嘅。當年嘅我知道校內嘅考試咧，其實咧你就算肥佬又或者唔跟咗嘅範圍咧，都係唔重要㗎。所以我就一心一意只係向住正式嘅嗰一次真嘅去考出嚟，結果真係攞到6CA喎。第二個秘訣啊就係咧，大家要咧有充足嘅睡眠。當年嘅我由中4、中5直到去考試之前，都係一日瞓9個鐘㗎。而我咧考試之前1個月更加係一日瞓10個鐘。點解啊？考試係朝早做嘅，務求朝早要有最佳嘅狀態去考試。第3個我會做嘅係自律。咩叫自律啊？身邊嘅人無論喺度玩鋤 D、5牌傳說、英雄聯盟，你都唔好理佢，同佢完全斷絕關係，咁你就可以好專心咁樣應付你嘅考試。我係邊個？我就係 ET1，你嘅 English teacher。想攞狀元，記得要跟我啦。